耶利米書第10課呢度啦，主必拯救以色列。我哋會睇一睇咧，耶利米書第30章啦，8至11節啊，呢度係有關主必拯救以色列末後嘅時候。OK，而啦，當主回來嘅日子喺末後嘅時候啦，佢會咧拯救以色列，同埋咧所有嘅去對付以色列、對抗以色列嘅都會咧被神去審判嗱。呢個係將以色列從去嘅 captivity 當中裏面被釋放出嚟嘅過程啦。咁啊，第8節呢度啦，我哋睇啦，萬軍之耶和華說：到那日啊，我必從你頸額上啊截斷截斷仇敵的額扭開他的繩索，外邦人不得再使你作他們的奴僕。咁呢度啦，主耶和華說啦，佢必截斷仇敵的額啦，而喺到那一日啦，呢個係一個時間嘅 indicator，呢個係末 end time 嘅信息嘅 indicator。那一日啊，就係耶和華的日子啦，就係主耶穌翻嚟嗰時嘅。OK，而截斷仇敵的軛啦，咁說明咧仇敵咧，當喺末後嘅時候嘅仇敵就係敵基督啦，同埋佢嘅軍隊啦。咁佢哋會咧有一個會克制住以色列，會迫害緊以色列，會攻打以色列嗱，所以啦就用一個軛嚟描述啦。咁呢個係咧，呢個軛係咧係束綁住咧以色列嘅。但係主耶穌話啦，當佢回來嘅時候，佢會截斷啦，佢會打破呢個軛。打破嘅意思就係釋放以色列啦，從嘅仇敵嘅攻擊嘅限制底下，所以啊，不得再使你作他們的奴僕啊，而啦呢啲敵人啊，以色列嘅敵人啊，唔會再啦去囚禁啦以色列啦，唔會再讓以色列成為佢哋嘅奴僕啦，而神啊會興起啦大衛王啦嚟咧。會有一個大衛王咧嚟去管治以色列。咁當然啦，呢度啦，大多數嘅解經家咧話呢個大衛王咧就係主耶穌去親自嚟咧去掌管以色列啦。咁因為佢啦喺聖經裏面好多人都看主耶穌為一個 Greater David 咧，一個更大嘅即係嘅大衛嘅後裔啦。OK，咁呢一個係一主流嘅解釋啦，但係亦都有一小撮嘅解經家咧，用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呢個神呢個應許啊，就係可能係大衛啦，復活嘅大衛啦，佢親自嚟再一次坐喺呢個皇位啦。咁但係呢樣嘢咧都係吻合嘅，因為主耶穌回嚟嘅時候係萬王之王啊嘛，所以甚至雖然若然 David 大衛去坐咗，真係去復活咗個大衛啦，去執政做以色列嘅王啦。佢都係咧，我跟住主耶穌嘅帶領啦，因為主耶穌係掌管所有嘅王嘅萬王之王啦，底下啦，有啲一個咁嘅說法咯。因為啦，我哋睇到啦，係以西結書34章23至24節嗰度咧，係談及啦大衛復活嘅大衛咧，佢會係一個王子啦，佢個名銜就係 Prince David 啦，唔係 King David 喎。喺以西結書啦，所以啦，佢一定係，但係啦，佢都可以掌管住以色列啦，但係 under 主耶穌咁樣啦，所以有兩方面嘅，但係點樣講都好啦，大多數亞伯拉罕嘅應許啦 prophecy 咧，都會喺千禧年裏面咧去兌現嘅，而呢一個啦大衛王啦，再一次去掌管以色列啦，點樣解都好啦，都係終極嘅，我哋都可以睇係主耶穌去親自去掌管但係當中有冇大衛嘅參與啦？
呢一樣嘢咧，同埋佢嘅大衛嘅點樣去參與啦？呢樣嘢可能真係要等末後嘅時候啦，我哋先會明白得到啦。但係唔係非常關鍵嘅喺呢一刻。而神咧，佢應許咧，就係話啦，佢嘅子民係會得救嗱，甚至咧係好遙遠嘅都會咧得救嘅。咁呢一個咧就係有呢個末後嘅意思喺當中啦。所以啦，當耶利米嗰段時間啦，我哋可以講到從巴比倫被釋放嗰時啦，係以色列係被得救啦。同樣地喺末後嘅時候啦，就係呢個啦，好遠方嘅以色列啦，係都會係被得救啦。遠方係從唔係從地理嘅距離，係從時間嘅距離嘅遠方嚟拯救佢哋啦。OK，所以啦，第十節講，故此嘅耶和華說啦，我的僕人雅各啊，不要懼怕啦。以色列啊，不要驚惶，因我要從遠方拯救你。從被擄到之地啦，拯救你的後裔啦，雅各必回來，得享平清安悅，無人使他害怕。OK，上一次都要講，繼續講啦，就係因我與你同在，因為神啊與以色列與雅各嚟啊同在，要拯救你，也要將所啦驅散你到那些國啦啊嗱嘅滅絕淨盡，OK，咁呢度啦，呢一句咧就涉及啦，神咧所有迫害你嘅以色列啊嘅國家啦，會經歷神嘅審判，而神嘅審判咧係好完全嘅，係將呢啲嘅國家咧係滅絕嘅個字眼使用呢度係滅絕，即係 total destroy 晒呢啲嘅國家。嗱，而神亦都向以色列講，卻不將你滅絕淨淨盡啦，都要啦，從寬嘅懲治你啦。咁呢度啦。講到以色列嘅，你就唔會，你經歷神嘅審判嘅當中裏面咧，以色列啊，你係會被神去管教，因為你都做錯咗嘅，你都做咗好多犯咗好多罪，但係神咧就應許就係唔會滅絕你，所以啦，若然單單就係呢節經文啊，我哋都可以知道就係啦，你可以講19世紀年初嘅即係呢個世紀嘅好流行喺教會啦，好流行嘅 replacement theology 啦，即係取替以色列被取替嘅theory 咧，啊、即係嗰個被取替論啦，即係話咧，教會取替咗以色列嘅地位，教會會承擔所有繼承所有以色列神給以色列嘅應許啦。呢一個係喺19th century 嘅開始嘅 replacement theology 咧，正正就係唔吻合啊！呢節經文我哋都睇到唔吻合，就係話係呢度神話去應許就係萬不能咧不罰你，即係神一定會審判以色列，神會罰以色列，但係佢一定唔會咧滅絕咗以色列嘅，反而佢會滅絕咧攻擊同埋 oppress 以色列嘅國家，所以啦就係話啦，以色列係會受管教，管教係為咗佢哋會更好啊，啊即係更係去點樣講咧？可以話係一個神嘅公義嘅 fulfillment 啊，即係去成全神嘅公義嗱，一定要罰。OK，但係咧，神係有憐憫，係會保存咗以色列嘅，所以啊，唔變咗啦，就係話呢個繼承以色列嘅論咧，就唔成立啦，因為以色列一直會存在，神自己耶和華說的。
OK，所以係冇話去喺度嘅，就佢自己會繼承翻佢自己嘅應許。亞伯拉罕所有嘅 prophecy，所有嘅 promise 給亞伯拉罕嘅，會係以色列自己去繼承翻。今日就分享到呢度啦。